高雄伫今仔日又再增加一个人确诊咯，是因为民众去旅馆甲朋友聚会，即马当中已经有4个人来确诊咯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要求民众若准无必要就莫聚会。高雄警方是连续3天去稽查旅馆，处底违规的群聚。警方嘛伫咧路地一间人家厝内面查到8个民众伫咧食酒，当场也甲因开罚单。麻烦铁门拍开诶！警察来到路德中山路这间民家厝，因为厝边检举才吵吵闹闹。现场厝主讲，伊甲朋友拢总5个人咧开讲，毋过行到后壁，却发现搁比3个人。警察马上开单罚6万。恁家阮巡逻拢来过2、3甲恁讲啊，讲莫搁安尼，莫搁扣着人家啦。即马高雄严格禁止无必要的聚会，因为即几天出现4人确诊，发现有人小连续伫4间旅馆甲北部的朋友聚会见面，所以警方2到暗时就出动各分局到摩铁路、民宿甲旅馆拢总稽查197间，看敢有违规群聚。超过50人，迄个规定啦，就是讲内底嘛袂当所谓的那一种违规的群聚，好比讲到头拄仔我咧讲的迄个毒品轰趴这种是属于违规的。南来北往的这种这个感染的几率还是有，不是没有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室内的聚会，那假如有不必要的这个南北的移动所带来的这个感染的风险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限制。虽望无查到违规，警方也是希望，若是民众聚会，业者会当主动通报，若无就会处罚。市长陈其迈嘛呼吁民众减少无必要的聚会。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。